请问台语会用什么词来讲两个人相金哦？小鸡嘛，嘿 ，A 人大蛇，B 黏餐烟，C 素餐雷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你插雷是不是？雷啊！嘿，因为咧食烧酒的时阵，就伫咧咧数嘛，数就敢若咧浸共款啊，巴士的迄种，我感觉你就有经验的呢。垃圾来试看卖，试看卖来。哦，我知我，没使。所以你感觉？我的答案是 C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素餐雷对对唔对？拢对呢。哦，来，叫伊直就爬枪咯。大家咧画面吼，拢足有的吼，所以拄则拢讲到足活跳的，无对，就是迄种动作安尼。啊，毋过可能就是嘛对吧？嘿，就是迄个到底是法国式的，是什么式的吼？反正就是纸啦吼，会叮当安尼，啊，要甲什么物件输出来，感觉安尼。是，这个台湾式的啦，台湾式的。